黑帽大背囊，神神秘秘兩頭望，係佢啦，港視老闆 Vicky Wong。維基低調現身，李林欣轉嚟炒藝人。近排就忙住搞發牌嘅司法覆核，少咗蒲頭。前晚9點，終於喺同記現身啊！應該就係食完飯單拖走，潛行落沙田嘅酒店。想泊架車喺門口，又驚暴露行蹤噃。最後都係入咗停車場，小心謹慎啊吓！查實而家趁發牌嘅人就真係越嚟越多，好似有份意外回家嘅李林欣咁啊！尋日喺九龍灣出席活動嗰陣時都話：我自己本嚟支持，即係我真係覺得係一個良性競爭。不過一講起有離炒藝人，TVB 刻薄。有啲人走咗又喺度話公司又點刻薄點成，咁我心諗咁你喺度做，即係咁你可以唔做咁，可以揾個第二份工㗎嘛。即係做人，我覺得即係飲水思源好啲，即係唔好走咗去間公司度喺度鬧翻間公司。仲話換轉係自己，會慢慢咁捱落去，機會遲早都會嚟喎。